基督徒如何能得着將大山移開的信心？4102 faith。馬太福音16章21節至17章21節。門訓系列馬太福音21。各位弟兄姊妹，主裏平安，歡迎來到麥子真理頻道，一個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基督信仰分享平台，希望能幫你行窄路，進天國。歡迎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門徒訓練單元一般係40分鐘，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每月第1日或第16日左右發佈。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神嘅心意，作討神喜悅嘅門徒。門訓系列馬太福音21。第7部分。敘述與猶太人政治宗教領袖的衝突，和耶穌藉教導及神蹟堅固門徒的忠信14至17章。第3敘述16章13節至17章27節中，16章21至28節。耶穌第一次言受苦。17章1至13節。登山變像。17章14至21節。治好被鬼附的孩子，能移開大山的小信心。查經。16章21至28節。耶穌第一次預言受苦。21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3日復活。22彼得就拉着他，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23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旦，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24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25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27人只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着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28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詳細查經16章21至28節。耶穌第一次預言受苦。21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3日復活。指示是解釋清楚的意，必須是指神的旨意和計劃所定下的。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說明他們是直接參與殺害耶穌的人。長老是在公會中猶太人的百姓代表，祭司長是從羅馬人手中獲得權力來協助希律王統治百姓的一人。當時他們不一定是舊約中指定的利未人。文士是律法的專家。被殺，第3日復活。基督的被殺和復活早已在舊約聖經預言中。引述但以理書9章25至26節。預言被殺。25你但以理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波斯王下令容許以色列人返回以色列地重建聖殿，直到有受膏君彌賽亞的時候，必有7個7和62個7，共69個7年。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26過了62個7，第62個7年正是第21章。主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的那天，日後解釋是如何計算。那受膏者彌賽亞王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公元70年的羅馬提多將軍來毀滅這城和聖所，預言第二聖殿被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這是應驗在公元135年，猶太人起革命欲推翻羅馬政府，羅馬政府平亂，屠殺數十萬猶太人，並禁止埋葬屍體。猶太人逃避瘟疫，便離開以色列地，移居世界各地。引述以賽亞書53章9至10節，預言彌賽亞復活，久他雖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預言彌賽亞將會死，如何死去和埋葬。10耶和華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響通。彌賽亞會死亡，但他會看到他的屬靈後裔，並延長他的年日。唯一的解釋是彌賽亞從死裏復活。22彼得就拉着他，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23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旦，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彼得的勸原文是強烈反對，含責備的意思。彼得在16章17節應信回答耶穌是基督，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現在的回答卻是受撒旦的迷惑。撒旦，退我後邊去吧。耶穌對彼得的責備是極為嚴厲，彼得的反對是出於自己的私慾，出於撒旦的俗世價值觀。你是絆我腳的，只設陷阱加害。耶穌直接指出彼得的問題是，因為你不體貼5426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體貼5426 setting your mind。原文一詞源自心思，悟性，只不思念神的旨意，而只思念人的意念。彼得期待的彌賽亞是當時的一個傳統錯誤的想法，絕大部分以色列人期待的彌賽亞是來自大衛家的軍事和政治的一位領袖，他們不接受聖經早已經預言神派來的是一位受苦和被殺的彌賽亞，所以彼得極力反對耶穌這樣做。24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於是接着的意思，承接受苦的彌賽亞預言之後，耶穌教導作基督門徒也當付代價。耶穌對門徒說：以下是耶穌對跟從他的門徒的警告，不是對不信的人說的。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若一詞說明屬靈上跟從耶穌基督，就必須捨己。就當捨己，捨己是放下自己所找住的，捨棄那些纏繞住自己的東西，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是天父給他的使命，
是十字架上的代贖救恩使命。天父給基督徒的十字架使命，是跟從基督作門徒，效法基督。腓立比書2章8節，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等等，遵行神的一切旨意。神的一切旨意在新約時代中，就是天父命令耶穌基督親自教導。約翰福音12章47至50節，現在是記錄在4卷福音書內。25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只不惜一切代價，接納並跟從耶穌和神定下的彌賽亞救恩計劃，反而得到真正豐盛、永恆、從神而來的生命，就是保羅在羅馬書8章28至30節所揭示：神揀選愛神的人，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神預定這些愛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效法基督的人，最後此等人被稱為義，因忠信4102 faith 稱義，被宣判無罪，賜得復活身體，並進入基督作王1000年的天國國度，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啟示錄20章5至6節。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要賺得全世界是人的慾望，可是在神的救恩計劃中，人卻會喪失自己的永恆生命，就是不能進入天國和1000年後的新天新地。門徒要在世界和主之間作出選擇。27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着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28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着眾使者降臨，是指基督第2次降臨時發生的現象。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指末日審判。約翰福音12章47至50節。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是指耶穌基督因着信服，完成了神計劃的十字架代贖救恩，神使他復活，並得着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引述馬太福音28章18節，對他們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另外，路加福音9章27節，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神的國。則是指使徒行傳中五旬節聖靈降臨後，教會像芥菜種發苗一樣。第13章中天國的比喻，神國的祭司群體開始建立起來。屬靈思考，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日光之下無新事，現代神學學者不接受那位在馬太福音7章21節，唯獨遵行神旨意才可進天國的基督，便按着自己的喜愛前設他們能接受的基督信仰，便選擇性引述自己喜悅的金句經文，不理會上文下理，不理會聖經是神所默示，經文必然是一致，並且沒有抵觸的原則。他們不體貼天父命令基督親自揭示的天國福音，而體貼現代人喜愛所廣傳的天堂福音。引述加拉太書1章6至9節，我保羅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與基督在4卷福音書內親自所傳講不一樣的道。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引述提摩太後書4章3至4節，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各門各派的神學論述，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語。引述提摩太前書1章4至7節，不可聽從荒謬無憑的話語。這等是指生辯論，有人偏離這些真道，反去講虛浮的話，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你現在的信仰是否也是選擇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查經17章1至13節。登山變像一過了6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意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3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4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3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5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6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7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8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9下山的時候，耶穌吩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10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什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11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12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13門徒這才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着施洗的約翰。簡略查經17章1至13節登山變像。正如我們在門訓系列馬太福音11當中解釋了中文聖經翻譯的神蹟一詞原文是記號4592扇，英文 NASB 聖經翻譯本準確翻譯成散記號，記號神蹟4592扇，如同一個指示牌畫上紅出沒或輻射警告，目的是表明背後的意義。當聖經中出現神蹟，記號4592扇，就要從足靈上，是要人在心眼上明白耶穌的彌賽亞身份和權柄。現在我們簡略查經時，便用記號的角度去看登山變像屬靈含義。一過了6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意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3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4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3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5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是整個登山變像要表達的重要信息，也是貫穿新舊約的神學核心精髓。由摩西時代，神預言新約會藉另一先知頒下，所有人要聽從他。引述
申命記18章18至19節，天父親自對摩西說：18我天父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摩西。我要將當說的話、新約約章和啟示傳給他，耶穌基督。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新約約章和啟示，現在記錄在4卷福音書納的，都傳給他們，新約子民。19誰不聽他奉我名所說的話、基督教導的一切，我必討誰的罪。神要求子民必蘇守約，否則要面對審判的後果。引述約翰福音12章49節，因為我耶穌基督沒有憑着自己講，唯有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說什麼講什麼，就是新約約章和啟示相對前面17章5節。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所以登山變像所表達的記號4592扇，是天父為耶穌基督作見證。耶穌基督就是舊約預言中的彌賽亞，並帶來天父有關新約的啟示和旨意。所有基督徒，你們要聽他，必須順從基督從天父而來的一切教導，否則全然滅絕。引述使徒行傳3章22至23節，彼得警告基督徒22摩西曾說：主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基督像我，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23凡不聽從那先知基督的，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變了是改變的意思，變指帶着他自己原有在天上的榮光，彰顯他原有的榮耀。摩西、以利亞猶太人期待彌賽亞的出現，如同摩西一樣引領以色列人，也期待彌賽亞的先鋒以利亞的出現。馬拉基書4章5至6節。6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7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8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9下山的時候，耶穌吩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10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什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11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12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13門徒這才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着施洗的約翰。復興基本的意思是復原指人和神的關係。舊約預言彌賽亞的先鋒以利亞會先出現，他就是施洗約翰。引述馬拉基書4章5至6節。5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6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屬靈思考：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凡不聽從那先知基督的，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你的基督信仰是否體貼神的旨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使命，作基督的真正門徒呢？查經17章14至21節，治好被鬼附的孩子，能移開大山的小信心。14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15說：主啊，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
屢次跌在水裏。16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他們卻不能醫治他。17耶穌說：這又不信571 unbelief 不可信賴，又悖謬1294 perverted 反常曲解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吧。18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癒了。19門徒暗暗地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20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少。3639 A littleness of faith。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4102 faith 中信，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21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詳細查經17章14至21節，治好被鬼附的孩子，能移開大山的小信心。背景1：這件事是發生在耶穌差遣12門徒傳天國福音後。引述馬太福音10章5至8節。5耶穌差這12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6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7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8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風的潔淨，把鬼趕出去等等。引述馬可福音3章14至15節，6章12至13節。14他就設立12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15並給他們權柄趕鬼。設立是帶有委任、選立的含義。權柄只按吩咐在某方面有特權或掌權。雖然耶穌賜權柄給12門徒趕鬼，門徒也曾經成功醫病趕鬼。引述馬可福音6章12至13節。12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13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但隨即分享的經文中，門徒卻趕不出鬼。背景2：這件事是發生在耶穌登山變像後，帶着3個門徒下山時遇上這事。馬可福音對當時的情景有更詳盡的記載。引述馬可福音9章14至15至14，耶穌到了門徒那裏，看見有許多人圍着他們，又有文士和他們辯論。15眾人一見耶穌，都甚稀奇，就跑上去問他的安。門徒受眾人的歡迎，他們曾成功醫病趕鬼。當時在場的還有精通律法、摩西五經的文士，他們對耶穌的態度是存着負面的態度，而且剛剛在前面馬太福音12章24節，門徒的師傅耶穌被指責是靠鬼王別西伯趕鬼。門徒和文士的辯論可能是針對門徒趕鬼的失敗，引致文士和門徒對耶穌是否擁有權柄、醫病和趕鬼問題上發生爭辯。稀奇原意是指情緒上的激動，可見耶穌在眾人心中的地位。他們只向耶穌問安，沒有向同行另外的3個門徒彼得、雅各、約翰問安，很可能是因為另外9位門徒的失敗表現有關。14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15說：主啊，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裏。16我帶他到門徒那裏，
他們卻不能醫治他。門徒趕不出的鬼是一個醫父，並使他癲癇的鬼跪下，和主啊，是這個父親對耶穌的謙卑表現。17耶穌說：這又不信0571 unbelief 又悖謬1294 perverted 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吧。18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癒了。不信0571 unbelief 不可信賴，原文是由0427筆和4130可信賴的合成。這裏是指耶穌不信賴門徒，而不是指門徒不信賴耶穌。之後耶穌解釋不信賴門徒的原因是他們悖謬。悖謬1294 perverted 原文是由1223通過和4762扭轉合成，意思是扭曲和偏離了耶穌對他們的委任。在馬可福音3章14至15節和馬太福音10章5至8節，耶穌委任門徒去傳道和宣告天國近了信息是主要使命，醫病和趕鬼是神的憐憫和彰顯神的權柄。引述馬太福音12章28節：我若靠着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假設門徒因為自己的原因偏離了耶穌對他們的委任，將使命重點放在醫病和趕鬼，而不是遵行耶穌的吩咐，去傳道和宣告天國近了信息為首任，便是耶穌所說的事。悖謬1294 perverted 反常曲解。同樣地，今天的教會為了增長和奉獻，將大使命作門徒，改為幫助教會可以增長的大使命傳福音，將傳講天國福音改為傳講令教會會眾皆大歡喜的天堂福音，又將以人為中心的信心和信靠信仰，一種另類黃大仙式信仰，以信眾受保護或益處為核心的信仰，取代以神為中心，就是忠信基督、信服配合和成就神的國，作門徒成為日後神國的祭司。這些都是完完全全扭曲和偏離了耶穌和天父的旨意，也是悖謬1294 perverted 活生生信仰例子。19門徒暗暗地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20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少。3640 a littleness of faith。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4102 faith，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21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當門徒問耶穌：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耶穌解釋是因為門徒對基督的忠信4102 faith 出了問題。中文和合本和新譯本聖經將新約聖經中的244次忠信4102 faith和60次信從41001519 believe in 偏離了希臘文原文意思，錯誤翻譯成信心和信，使到中文聖經的使用者在信仰上完完全全沒有忠信4102 faith和信從41001519 believe in 的屬靈意念和行為，完全扭曲和偏離了耶穌和天父的旨意。這些被誤導的基督徒，信仰上只有信心和信的意念，但可惜的是，在新約中一切的救恩應許，是與忠信4102 faith和信從41001519 believe in 脫離不了關係。聖經中的忠信4102 faith是植根在基督徒對基督一切話語的正確回應。引述新譯本羅馬書10章17節。
可見信心正確翻譯是忠信，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天父命令耶穌基督親自教導的一切，現在是記錄在4卷福音書內，約翰福音12章47至50節。所以任何與基督話語無關的個人意念，相關作出的行為回應，屬靈上是與聖經中重視的忠信4102 faith， 中文聖經譯作信心，是毫無關係。保羅明確指出，基督徒是藉忠信4102 faith 稱義，是因忠信4102 faith 稱義，而不是中文聖經翻譯的因信4100 believe 相信稱義。若人的意念和相關作出的行為回應違背基督的教導，便正是耶穌在馬太福音17章17節中提及的悖謬和不可信賴的基督門徒。信心少3640 a littleness of faith。 原文是由3641細微的和4102忠信合成，而耶穌在下面進一步解釋是微小到幾乎是沒有。若有信心4102 faith 忠信，像一粒芥菜種。耶穌開始解釋門徒的忠信4102 faith 光景。芥菜種 mustard seed 被磨成醬後，便是今日吃牛排和羊架拌吃的黃色芥醬。芥菜種是黃色、圓形、大小約芝麻的1/3。哪怕像一粒芥菜種一小點的忠信4102 faith 就可以令大山移開。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首先前面分享羅馬書10章17節已說明，忠信4102 faith 是建基在對基督話語的正確回應，基本上只遵行神旨意和作合神心意的門徒。現在我用出埃及記的歷史去說明，將大山移開的忠信4102 faith。昔日以色列人知道神定意將他們從為奴之家的埃及拯救出來，並會帶領他們進入那流奶與蜜應許的地方。他們就是遇上紅海在前，只要他們明白神的旨意，作出一個合神心意的回應，例如等候、求問，最後紅海必定可以分開，成就神的旨意。同樣地，阻擋神計劃的大山也必定可以挪移。相反地，當日以色列人來到加低斯，因着探子的回報，得知所窺探之地的人身量高大，便退縮，便埋怨神，要選立另一領袖帶領他們。他們否定聽從神的話語。約書亞和迦勒是這種錯誤回應行為是背叛神。引述民數記14章9節，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而神是這種錯誤回應行為是藐視神。引述民數記14章11節，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H0539 H000 嘅 believe in 信從。民數記相關經文中完全沒有提及現代基督徒常掛在口邊的什麼信心和信靠。舊約中的亞當、夏娃和掃羅王違背神的旨意，完全與信心和信靠毫無關係。任何神子民不聽從神，就是背叛神和藐視神，是不忠信4102 faith 的問題。神看重是子民對他的忠信4102 faith。如果神有言在先，頒下旨意給子民，子民的不順從、不信靠，就是背叛神和藐視神。若人對神的信心和信靠是出於人的意念，與神的話語和旨意無關時，
這些信心和信靠，與神看為基督徒必須具有的忠信4102 faith 是毫無關係。正如亞伯拉罕曾經2次沒有向神祈禱，尋求保護，一次是下埃及創世記3章10至20節，和另一次南遷基拉耳時，創世記20章1至28節都沒有祈禱、交託、信靠神等等。神卻主動出手避免亞伯拉罕妻子被害。神事後完全沒有責備亞伯拉罕在信心或信靠上有問題。亞伯拉罕從來都不是信心之父，也不是信靠之父。亞伯拉罕是忠信之父。他死後，神對他的忠信4102 faith 評價是引述創世記26章5節，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對神忠信的人，神應許與他同在，是神子民的最大保護。以色列人在加低斯背叛和藐視神，不順從遵行神旨意後，神並沒有改變引領以色列人進入那流奶與蜜的應許地。神的旨意沒有成就在那一代對神沒有忠信4102 faith 的以色列人。等那不忠信4102 faith 的一代全部在曠野死亡後，才帶領新一代以色列人進去那流奶與蜜的應許地。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只會發生在推動關乎神的國和神的義的時候，就是按神命令基督親自教導的一切上。神不會容許人濫用神的權柄和能力來滿足個人的私慾。神的國和神的義的詳細解釋，請重溫門訓系列馬太福音06。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耶穌強調必須借着禱告，尋求從神權能的幫助，才能對付某一類鬼。屬靈思考：你們若有信心4102 faith，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你的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對基督一切教導所作出的忠信4102 faith 回應，或是建立在以人意念為中心的信心和信靠呢？預告：進天國必須要行出的第一步。馬太福音17章22至18章35節。門訓系列馬太福音22。為方便閱讀相關單元，你可以選擇不同嘅播放清單，請按咗下個黃色嘅標誌，按播放清單。播放清單分類：基礎單元01至04，一次得救永遠失救的福音，係聖經啟示關於屬靈世界真實嘅一面。神嘅計劃係如何揀選、預定、赦罪並稱人為義。撒旦計劃如何迷惑同埋破壞。適合深度研讀聖經者。基礎單元05至11，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4102 faith，係聖經啟示嘅真正基督信仰，真正能進入天國嘅信心4102 faith 應該係點樣？適合中度研讀聖經者。門訓系列馬太福音00，係按基督吩咐嘅大使命，查考4卷福音書，基督親自教導嘅一切。首卷查考嘅係馬太福音，先求他的國、他的義，辨別真假信仰。適合水禮後嘅研讀聖經者。由於所有單元都係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以聖經解釋聖經嘅原則，係以正確解讀神頒下嘅話語為學習目的。同一般靈修式嘅個人分享唔同，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選擇適當嘅清單，並按自己嘅理解能力，需要時重溫。
單元一般係40分鐘，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自己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語、神嘅心意，作討神喜悅嘅門徒。選擇喜愛嘅播放清單。馬太福音大綱分為12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呢位天國嘅宣告者彌賽亞基督1至4章。第二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登山寶訓5至7章。第三部分，歷史敘述。神蹟篇8至9章。第四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差遣篇10章。第五部分，歷史敘述。拒絕耶穌係彌賽亞嘅事實同後果11至12章。第六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天國嘅8個比喻13章。第七部分，歷史敘述。與猶太人政治宗教領袖嘅衝突，和耶穌藉教導及神蹟堅固門徒嘅信心14至17章。第八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天國群體嘅規則18章。第九部分，歷史敘述。耶穌從加利利回耶路撒冷路上所遇見嘅事件和教導19至20章。第十部分，歷史敘述。耶穌在耶路撒冷嘅侍奉和教導21至22章。第11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論末世及末期嘅預言和審判23至25章。第12部分，歷史敘述。彌賽亞王被釘死、復活及差遣26至28章。